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政府当日追查害白牌车司机过往的感染源，目前锁定一名浙江台商，在咧检验伊的体内监看有抗体无。头批伫中国武汉包机等来民众除了一个受到感染，其他246人在今仔日解除隔离，伊也对相关单位表示感谢。互政府列做感染区的泉州公主号，政府打算要甲台湾旅客接转来，而且一定爱坐专机转来台湾。讲到国内头一位因为武汉肺炎受到感染的死亡案例，伊这个感染源是对倒位来的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目前是锁定一名对浙江转来的台商，不过中华县卫生局也讲，这个已经往生的司机捌载过3位台商，其中这位浙江台商转来到台湾了后，有去互医生看5摆记录，也连续扫20天。经过检验，也发现讲伊是阴性的，佮爱念伊的身躯内面看监讲抗体，若准有抗体，有可能就是感染源。符合这个暴露期又有症状的，就是一位从大陆浙江返台的一个台商。透过警方调看童年记录，发现国内武汉肺炎第19例60多岁白牌车司机伫确诊发病前，捌载过3名中国返台台商。中华县卫生局去追查这名浙江台商看病记录，发现回台了后要到2间诊所看病过5摆，勘查镜头继续20天，真可能就是感染源。他一下飞机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有咳嗽的症状出现。到他最后一次就诊2月10号，他实际上持续咳嗽了20天。在流行病学的推估上，这个就是最可能的感染源。根据中华县卫生局疫调传染链时间中心发现，白牌司机伫1月22捌载过浙江台商，可能伫1月25已经感染，伫27出现咳嗽症头，迄天甲家人食饭，引起家庭团体感染。1月25、26、28 3天，也捌伫车行台面，大港点11点钟接触过53位司机，拢有潜在感染的风险。这几位司机呢是有可能暴露的。可是从最后一天1月28到现在，实际上也已经过了14天。目前是1位有症状，那个1个症状也已经裁剪了，其他都没有出现症状，所以就是做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浙江台商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感染科医师表示，这名浙江台商体内病毒可能已经排出去，不过也是爱抽血检验确诊。若讲抗体反应是阳性，成为感染源的几率就高啦。这个病毒来到人类的世界，可能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所以有抗体人大概应该都是最近感染的。抗体阳性的话呢，综合判断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性是最大的。除了白牌司机以外，已经有3名确诊病例，拢是司机的家属，包括伊的小弟，也有80多岁妈妈，加30多岁外省囝婿。其他家属有原的检验，不排除也会增加确诊个案。因为白牌司机无旅游史，染病了后伫2月15死亡，成了国内头一个确诊死亡病例。感染科医师表示，浙江台商的抗体也爱2个工作天才会当检出，若讲是阴性，社区感染风险袂当排除。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拢伫咧滚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暗头仔要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讲今仔日无新增加的确诊病例，也针对着受到感染武汉肺炎的白牌车司机所引起的家庭群聚感染，指挥中心要掌握着接触者235人，采检200人，其中有175人是验无，也有22人伫咧等待检验的结果。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暗时举行记者会，即阵无新增加病例，国内原维持22名确诊个案。伫国内头一站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司机，引发家庭烧话。指挥中心到即阵掌握接触者235人，采检200人，175人阴性，22人点严重。就是说这个零星的社区感染，但现在已经，我们渐渐已经把它控制住了。
好，那剩下几个零星的在裁剪，那我们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社区是安全的。针对学者提醒政府应该确认这阵疫情是围堵期，还是进入减灾期。若是围堵期，应该考虑是不是搁再延后开学。指挥中心也做出说明。我们检疫现在一点都没有放松，但是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报告，我们也为了后续疫情的发展，都会想定大概比较不好的状况，预做准备。比如讲说，我们预计如果是清空病床，要怎么样子清空？它顺序是怎么样？哪一些优先？针对是不是延后开学日期，指挥中心表示，尊重各界建议也参考，强调继续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头一批对武汉包机登台湾的247位民众，除了其中有一位是确诊的病例以外，其他的人经过14天的隔离，在今仔日透早会当正式解禁，也会当离开检疫所。有不少民众用批信感谢相关单位，在这段时间内甲因照顾甲真周至。10月透早天就还未光，毋过检疫所附近已经有人在行搭。郭翠岩向镜头下手，天光了，第一批武汉登来台湾的民众，小连续拄检疫所出来，就算讲寒流来啊，翠岩外套包甲目睭睭，毋过大家看起来心情拢真好，因为经过14天的隔离，总算会当回去厝里。很久没有看到外面的环境了，所以很开心。11点接到通知，1点半要到那个桥头区委结合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折腾到早上凌晨5点多才到那个台电培训大楼嘛。要离开检疫所进前，大家拢爱先排队量体温，确认讲无发烧才会当离开。这批对武汉登来台湾的247位民众，扣掉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以外，其他246个人登来台湾，就互送去乌来南口甲台中的检疫所进行隔离。在这里生活的14天，很感恩，很知足，环境舒适，一日3餐送至门口，每天的口味也不一样。第一批没有回来的话，如果是沦落到现在，我应该是完全没有资源，会死在那边的。互隔离的人落尾检验结果是阴性，会当互因回去。有真侪人写感谢批，感谢医护人员、检疫所、欧北台湾同胞反台救援会等等的单位，这段时间对因的协助，还佫有人讲有朋友佫伫咧武汉，嘛希望讲会当赶紧回来台湾。看到他们的赖群，每个那种要回来的那种渴望的心哦，是难以形容。每一个人大排小挂，有的要去高铁站，有的要转换机场坐运，或者是坐游览车。虽讲回去的路是无共款，毋过每一个人拢挂嘴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安全。工作人员一直提醒讲，爱会记得挂嘴暗。指挥中心嘛要求回去厝里爱自主健康管理，尽量莫去公共场所。各地卫生局嘛无定时来了解健康状况。若要确定大家拢健康无问题，而且嘛要避免出现防疫的空隙。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停伫日本横滨港，也就是横浜港的船石公主号，爱到19才有解除隔离。台湾政府也打算要用专机去到日本，甲台湾旅客接回来。也因为作业的关系，包机的时间可能会前2-3天。搁再加上邮轮的感染人数一再增加，疫情指挥中心也甲船石公主号列作感染区，船顶的台湾民众拢一定爱坐专机回来到台湾。船石公主号要伫19结束14天的隔离期，船顶检疫阴性的旅客总算会当落船。台湾的方面卖安排包机，伫咧东港下晡到日本，甲台湾的旅客接倒转来。毋过即马所传出讲时间可能搁爱延后，因为还佫有2个人还未完成体检。最后的细节那还在跟日本政府相关的单位在研议中。那事实上他这一次的工程非常的庞大。但也要尊重它整个的一个程序上的安排。现在传出来说都已经做了检测它那个下船的时间它不是说自由下船的，它有一个秩序的有一个秩序的，因为它出口只有一个船的出口要2-3千个人根据了解，船石公主号原本总共有22个台湾籍的旅客，还佫有2个台湾籍的船员。不离个扣掉确诊的患者，差不多有18至19个人会当落船，坐咱安排好的车去东京羽田机场，经过一般通关的方式，坐华航包机登来台湾。但是，毋是所有的人拢想要伫咧第一时间登来台湾。出面也佮传讯息甲顾客，希望大家做伙上船，做伙落船，做伙坐飞机登来台湾。因为船石公主号确诊病例数量继续伫增加，疫情指挥中心嘛已经甲船石公主号列作是感染区，船顶的台湾旅客嘛要求讲必须爱统一登来台湾。
过界的旅客已有4人确诊，宣布该邮轮自即日起列为武汉肺炎感染区。船上所有我国过境的乘客和旅客及工作人员如欲返国，必须依指挥中心安排，统一搭乘包机回台。交通部这边所做的是，我们的华航都准备好了，包括机组人员啊、飞机也都准备好了。交通部嘛指出，专机会甲防疫措施做好，包括飞轮机面顶的人员，规个过程拢爱穿防护衫，嘛会照进前武汉包机返来台湾的方式。这批旅客到台湾了后，嘛必须配合各一个检疫，各隔离14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邮轮船石公主号，在今仔日，佫增加88人去感染着武汉肺炎，到今累积病例已经542人，而且在这个月19，也就是在船顶隔离满14天的日子，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田胜信也宣布讲，对19开始，若准检是阴性的人，就会当落船。19号就是日本邮轮船石公主号所有人隔离满14天的日子。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表示，船顶所有人的检验结果会在19号已经出来，只要結果是陰性的人員，就使為19號開始陸續落船。19日から下船がスタートして、20日、21日ぐらいの幅の中でですね、下船をしていただく。船底乘客因落船，各国嘛派出专机来接营业人员，而且伫恢复了后，要求各一届隔离14天。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令派出总统专机，各日本籍伫船顶毋望登去国家的4名南韩民众，甲1名日本籍的家属。专机要出发之前，甲消毒规只飞轮机。美国铁桥班机17号登去之前，已经知影有14个人确定感染。登去美国的途中，阁有3个人陆续发烧。伫飞轮机飞到登去了后，送病院治疗。而香港的专機會喺19號飛到日本，甲船頂嘅香港民眾才到登去。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佢就繼續接受另外嘅14日嘅強制嘅檢疫，因為喺船上差唔多每一日咧仲有確診嘅新嘅個案嚇。咁所以我哋嘅專家認為咧，喺船上撤回咗翻嚟香港嘅居民咧，仍然有一定嘅風險。另外，11號下晡，日本國內感染武漢肺炎的人又閣增加3個人咯，攏是伫瓦加亞馬縣內，分別是已經感染肺炎的醫生的後生，甲醫生工課病院的病人，佮協助船石公主號醫療工課的護理長。其中醫生的後生只有18歲，嘛是日本國內頭一名10歲到19歲病人。而之前，東家客人公司伫細隻船頂舉行春酒的肺炎病毒來源，有可能是船頂職員發病之前，服務過中國歐巴省的團體人客。到10名日本媒體共同通訊社的職員，因為坐過發病司機的車，結果要伫厝隔離到3月初2。為了防範疫情繼續拖，日本政府嘛決定取消23號要舉行的天皇誕辰的民眾祝福活動。另外，東京馬拉松比賽嘛縮小規模，取消民眾參加資格，只有職業的選手會當比賽。記者連上報道。日前有2位感染者感染着武漢肺炎的大傷，伫個昨平安出院咯。中國的科學家也當咧試新的治療方式，包括甲感染者煮復原者的血漿，初步認定有袂歹的效果。不過，中國一寡大城市也開始復工啊。中國傳染者專家鍾南山也講，開工了後人口開始流動，疫情可能會愈來愈嚴重。條件非常好，照顧得無微不至。所有的醫院的醫師跟醫生跟護士都的水準都非常高，而且非常有愛心。2名伫中國歐北因為為着武漢肺炎的大傷住院治療了後轉為陰性，17小零線康復出院。中國央視也採訪報道相關醫療單位甲大傷。住院以後呢，我們給予抗病毒治療，給予對症治療，逐漸呢病情就越來越好轉了。有你們，我們才能夠健康出院，也希望每一天可以出院的人越來越多。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北京路上的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掛着喙暗。登去北京上班的民眾，伫實施14天的期間檢疫了後，17總算復工。甲北京同款，復工了後，上海繼續進行發燒檢查等的預防措施。讓大家還都做好了那個預防措施，就都有那個戴口罩什麼的，有的還有買雨衣什麼，各種防護措施，還是就是打消了自己的一個焦慮性。中國各城市慢慢復工，疫情也重啟商業活動。蘋果就宣布，疫情影響中國的生產甲需求，將無法度達到第1季預期營收目標。
中国科学家正在测试新的治疗方法，除了就抗马拉利亚药物用在病人身上，病情得到改善之外，也对病人进行做复原的人的血浆的治疗试验，初步认为成效袂歹。很快呢，我们就会有的患者会使用上。我也相信呢，这个方法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在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虽然新的治疗方式陆续出现，不过中国的疫情也是真悬。中国的传染病专家郑南山就提出警告，认为随着各城市小零4号港6月下旬，可能是武汉肺炎爆发的高峰期，要到4月才有缓解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是拖甲全世界，台湾却互 WHO 排除在外。总统蔡英文透早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也搁再向 WHO 发声讲，不应该互全世界防疫出现空棚。另外，蔡总统也表示讲，台商隔离的经验值得甲世界分享。若准讲到纾困条例，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也去到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希望国会会当赶紧来处理纾困条例。蔡英文总统在去伫咧总统府接见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海地等等驻纽约联合国常任代表，感谢因伫咧联合国替台湾讲话。蔡英文总统嘛，搁一届向 WHO 来发声，呼吁 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因素甲台湾排除。特别是头一批武汉包机转来的台商，隔离期满，人嘛拢健康。蔡总统认为台湾的经验会当甲世界分享。防疫四重作战，需要政府跟人民同心协力。非常感谢他们全力的配合，让我们一起守住了这个关卡。我也认为这样的台湾经验是值得和世界来分享。防疫是全球性的事物，更不应该让全球的防疫网路出现破口。台湾就在这一次疫情威胁的最前线，不该被排除在外。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冲击着国内各产业，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早起带领行政团队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甲各在野党团，争取朝野立委支持，希望武汉肺炎纾困特别条例会当变作立法院新会期优先处理的法案。行政院将在后天通过特别条例，并最快速送请立法院审议，还特别邀请游院长帮忙。也请立法院委员先进，能够快速通过。只要行政呈现需要的，对国家有帮助的，在立法行政方面，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全力支持。行政院列出600亿的特别预算，希望振兴各行各业，要来并20行政议会通过纾困特别条例草案，送立法院优先审议。而苏贞昌施政报告嘛，针对疫情冲击的部分来做报告。国民党党团是建议检讨居家检疫甲隔离的效果，才会变做防疫空棚的所在。民众党认为讲，翠暗的产量应该提悬到1礼拜当卖7片，才袂因为开学了造成家长的紧张。记者综合报道。跟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南嘉义有一个富人人爱伫厝里隔离，却阁爬走去到新竹找朋友，过一段时间互找无。虽然落尾有甲找到，市政府也讲要照规定该罚15万块。咱来看新北市的部分，在新北市也发生讲有2个人爱伫厝里隔离，却拍无去的情形，市政府也依照法律公布这2个人的名字，请民众来倒找。另外，台北市卫生局也甲8位违反检疫规定的民众罚钱。头壳咧穿着青色外套等待被带转台南居家检疫的人，都是住伫台南嘉义区的生化女子。伊2月7日为中国大陆的厦门经过小三通入境，按规定需要接受居家检疫到19结束。因过叫伫结束检疫前失联，也几百方朋友经过台南市府公布姓名技术行程后，总算伫新竹被找到，透明由警方带转台南。虽然无证无镜头，也毋过将面临15万的罚款。找了2次以后找不到，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分局帮我们在做学习。其实它只是一个居家检疫的，它不是居家隔离，但是我们用比较高规格的那个处理方式，经过医院证实，它也没什么问题了。台南市府强调，若需要居家检疫隔离的民众无遵守规定，除了公布姓名甚至相片，因为4月拍走浪费社会资源。市府也不排除将向个案要求赔偿相关费用。除了台南、新北市也各传出有人失联，分别是桂门府甲公用安，伫2月7日、7、9经过金门小三通入境。
地址跟电话，经我们实地查访都没有这样子的人住在这里啊，电话也是空号。那甚至因为管先生呢，我们也利用户政系统，我们去查他在高雄留有联络地址哦。那我们也根据这个联络地址去找他，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另外，北市卫生局也有8位民众因为违反居家检疫被开罚，不过外界质疑，敢是因为罚伤轻，致使民众罚唔惊。之前居家隔离是全部都有发那个防疫的手机，那居家检疫因为人越来越多，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配给他相关的监控的手机，所以后来就变成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会出去吃个饭啊什么，他会觉得变得比较随意。吴珊珊表示，北市民政局目前除了逐工敲2摆电话，也要组成铁查队逐工固定巡逻，也阁无武警会去拜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后礼拜2就要开学咯，高雄市教育局也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暂停举办50人以上活动，包括校外教学等等，伫3月底进前拢爱全部取消，避免群聚感染。也在新北市的部分，因为爱伫处理检疫民众有超过4000人，市长侯友宜也宣布讲，对20开始设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另外，在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认为讲，中央对疫情一开始就是国家级的戒备，肯定中央的防疫作为。台北市长郭文哲透早起发会期福，武汉肺炎疫情小未退，前疾管局局长苏耀仁认为，防疫应该提悬到国安层级。不过，郭文哲认为，中央自头就是用国安的等级伫咧处理。另外，针对头一批武汉包机台商伫咧18解除隔离，郭文哲表示未伤烦恼。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国安等级吗？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OK， 没有什么看出缺点。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早起出席活动进前嘛先量体温，伊认为防疫亲像咧烧战，新北市会全力配合中央。新北市居家检疫的对象有4431个人，为了扩大检疫，伊嘛宣布20要成立居家检疫关怀中心，准备长期抗战。他们有一些要送药、就医，甚至有一些心理咨商的服务，还有一些需要行政协助的送餐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关怀中心来服务。也那高雄市为着要预防疫情，高雄市教育局嘛宣布，高中以下的学校伫3月底进前，个人的赛事例外，那超过50个人以上的活动全部爱取消。学生在表演的时候有这个班级交流，他们要观摩，那都会超过50人。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取消，那活动都受到影响。操作型定义，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规范？那让我们的市府相关局处能够据以实行。我们会在礼拜4的一个下午的会议里面会去检讨。不过4月了后，学校毕业旅行等等的活动，开学了后爱开始发包办理。学校烦恼教师会进无步、提无路。高雄市卫生局嘛表示，国爱含中央甲其他的县市建议，做上尾的确认。面对高雄市暂停所有大型的活动，地方的产业恐惊受到冲击。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嘛会针对中小企业、商款夜市啊等等的产业调查经济收入，敢会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佮再加上开学的情形，市街业者也反映讲，对元宵了后就是小贵啊，佮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国内鸡肉需求量650成。虽然农委会有60亿个纾困计划要来应对，不过业者也认为讲，减少进口鸡肉甲产业转型，这是治本的作为。民众去传统市啊买鸡肉，不过店头讲生理甲元宵进前比起来已经减真济。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民众较少出来买物件，佮加上下后开学，和市场的需求佮较少。针对农委会提出促进产业减产计划，第一线的市街业者是无法度认同。水龙头关了，到时候可以放大。他这个做法是把水龙头拆掉啊，没有母鸡的，没有蛋就是没有蛋，到时候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办法生产给你，所以衍生的结果就是进口量跑来更多。那我们台湾就以后都吃进口肉吗？台中市市街协会理事长市街20外吨，一个手稻20外万只。伊指出，目前全台湾白肉鸡一礼拜产量达到450万只，不过因为小月甲疫情的影响，需求尚无减少5成。针对农委会提出60亿的农业纾困，还有国内市场相关减产计划，加量是真不满。主张政府应该减少目前5成的进口量，还有补贴饲料费。对这件代志，农委会回应讲，进口鸡肉会准再来减量。中国这边的进口的数量呢，也会增加，会优先供应中国市场。所以我们的量呢，我们相信呢，今年的量应该跟去年比起来，应该会少一些。一般是消费者到菜市场去买菜的这样
的一个消费模式可能会减少，这部分我们才请业者来自主来减产。农委会表示，已经会冲击水网和消费习惯来改变，不过电商平台的需求量颠倒是增加，整体市场也是维持平衡。若是拓垦减产计划，嘛是以较少消费的土鸡仔甲鸭肉为主。关于补助饲料降低成本的部分，会甲饲鸡协会甲饲料供应商来研究，会赶紧讨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2009年，捌有一间非法伫咧处理斯坦利斯金属废弃物的工厂，设伫咧台南后壁农地顶头，造成土坝有重金属的污染。虽然环保局有去告发，也派人去整治，不过所有人发现讲，伫整治区内面有农民种番麦，却真侪所在拢发不出来，怀疑环保局无整治好势。环保局去看，也发现讲，毋是民众所讲的迄搭，恐惊阁有别个所在受到感染啊。空翕机飞过番麦田，田内底作物拢种袂出来，田中也是白白一片。台南社大人员去调查，农作物生长分布甲土壤有关系，土愈白愈种袂出来。有些地方是呈现白色的，那其实白色就是表示表土上有很多夹杂了很多那个不锈钢炉渣。有的所在就算番麦种会出来，也变形变色。用机器检测番麦种会出来所在，重金属铬超过50标准值，是109 ppm。种出来了后，佫打死的所在达到918 ppm， 而种袂出来死白土壤超过3000 ppm。现场在2009年8日发现非法设置白铁啊路塞粉碎厂，当时造成米的污染。台南社大人员即期环保局整治土地有问题。整治的时候应该是要求先把那个表层可能0到5公分的，或0到3公分的那个不锈钢炉渣土先刨除。作物玉米枯黄死亡这部分是属于邻近大概3到50公尺左右的农地。那这个我们明天会邀集相关的主管机关共同会勘。环保局在103年就完成整治，18到现场会勘，发现当时整治的所在伫边啊另外一块农地，即阵农作物正常。反倒当台南社大发现的这个田，过去捌发现路塞，怀疑是新的污染，要联络地主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伫中国的武汉也发生有一位病院的院长，因为武汉肺炎率来过身。伊就是武昌病院的院长刘志明，在今仔透早，伫中国的央视在微博发布伊伫透早10点半过往的消息。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众人也感叹讲，袂输是李文亮医师讲一半。我们现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9层的重症监护中。对于翕影片内底会使看到武昌病院院长刘志明的抢救情况。虽然斗着人工的心脏，也有气解救治，依然是无效。中央电视台早起在微博发布信息，讲为着新冠病毒的刘志明全力抢救无效，18早时10点半过身。不过看一刘志明死亡信息发布，敢若亲像头一个公布疫情的武汉市中心病院眼科医师李文亮的情形同款。欧巴卫生健康委员17暗时在微博号头就称。大出文章指出，刘志明先生因为为着新冠肺炎，在2020年2月17暗时死亡。随后，伊佫甲文章删除，在18透早改做根据院长出来的人消息，病院对刘院长依然在尽上大努力抢救。有网友讲，感觉是政治抢救咧。而且后来武汉市健康委员会公布死亡时间，甲中央电视台也无共款，差了24分钟。不过，因确定的是，武汉在第一线医护人员拢承受真大责任，也有身体加心理方面的压力。一般的话，像你们进去在里面待，可能待个20-30分钟，你们就会觉得各种胸闷不适。但是我的护士，她至少是5-6个小时，有的时候最长的时候，她会待10到12个小时。然后我们体力都处于一种透支状态。我管了3个病人，病人要抢救，然后就顾不了自己了。病院内底病人非常多，医生、护士甲病毒规工来对抗。中国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统计，到2月11日为止，有3019名的病医人员互围着，其中5个死亡。达到重症的医护人员，武汉市就占了64%。即阵武昌病院院长刘志明也伫对抗疫情时，正做牺牲者，互伫中国死亡的医护人员人数搁再增加1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已经传伫全世界有20外个国家，虽然病毒的源头，香港是对别国来的，
卫生单位也叫民众唔通食野生动物，不过爱食野味的人唔那是中国人，就连非洲国家克麦隆也真兴，而且这阵啊生理也是强滚的。克麦隆的上大社区杜阿拉这个地下野味市场是公开卖各种野味，因为新冠病毒，风声讲都是为武汉卖野味的海产市场传出来。克麦隆当局已经禁止中国肉品和海产进口，不过这个野味市场也是有真侪人。 Plus souvent, je peux vous poser la question à l'État là-bas, puisqu'ils sont un peu plus fiables de nous donner la source provenant de cet virus. Puisque ici, nous, on en vend la viande pour trouver de quoi manger. Et je ne pense pas qu'il devait avoir un problème. Mais s'il y a quelque chose, l'État devait nous met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est de cet impact. 克麦隆爱食野味人，什么拢食，拍开冰柜内底有沙肉、狗肉，高可认为是 SARS 中啊宿主的果子肉拢有。就算非洲的伊波拉疫情到达也未解除，当局警告病毒是为狗来的，克麦隆的民众也是无伫惊。 Mais de façon générale, il n'y a pas de panique vis-à-vis de notre élevage, de notre faune sauvage. Sauf les précautions élémentaires habituelles qu'il faut prendre. Et le ministère de l'élevage a activé son réseau de surveillance épidémiologique aussi pour que s'il y a quelque chose qui se passe à ce niveau-là, que tout soit mis en œuvre pour qu'on soit alerte. 政府讲已经启动防疫机制，全力防止疫情传入来。不过，受到民众也是烦恼，在这个地球村电力交流时代，疫情若是传到当地，克麦隆可能记载袂了。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种害虫号做草莓啊，也有人甲伊号做煎豆啊。因为这款虫害所到的所在，拢是甲农作物食甲半点无留，目前伫东非、西亚、加南亚拢受到采用。这个虫害目前也当咧盘旋，联合国相关的组织也呼吁讲，国际爱做伙来除虫害。非洲一个逼出真严重的虫害，3600亿只的沙漠草莓亚种，一天会当甲35000人的粮食食掉。 肯亚面对70年以来上严重的灾情，索马利亚甲伊索比亚状况嘛，拢是25年以来上严重的。草莓族群继续向内陆迁徙，顶礼拜开始对肯亚进入乌干达甲坦桑尼亚，当地政府派出军队除药啊扑杀这寡草莓啊。Tracking them and where we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local people, then we immediately respond. And the response has been good. I fear it a lot because it has never happened ever since we came to this place. 东非的洪灾区以来，已经有1000万人面对真严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警告，若是即马无赶紧压制草莓的数量，等待3、4月份春景的时阵若到，雨季可能会帮助族群增加到500倍。预计6月份草莓的数量会达到高峰。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急需要7600万美金的经费，协助灾区除药啊扑杀草莓啊。不过，敢若2000万的经费到位，呼吁国际社会会当斗相共。This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now. Otherwise, we will turn a situation of a plague. There will be high level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沙漠草莓啊，唔那危害东非，嘛入侵西亚甲南亚部分地区，伊朗、也门、印度、巴基斯坦等10外国家嘛拢受害。巴基斯坦甲索马利亚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漠草莓啊是非洲、亚洲地带偏远地区主要农业害虫。 一年平均有4000外只遐济，一天会当飞150公里。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这个草莓啊危机头起先是伫2018年2场气旋风暴开始，和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地区出现季节性的雨，佮加上暖化等的因素，沙漠草莓啊大量衰退，到9月以来繁殖3代，数量增加8000倍。为着要找找新的粮食来源，开始大规模下过大洲的迁徙旅途。 除了安尼以外，区域局势不稳定，也门、索马利亚等国家连续几多年内战，政府无法度真有效的应对洪灾，嘛是造成状况失去控制的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叙利亚政府军伫罗西亚的支持之下，对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加强攻击。联合国也表示讲，当地自去年12月开始，已经害有90万人有路无住。 不过，因的总统阿塞德也强调讲，战争是一定会继续，也强调讲要对反对势力的手头，把土地抢倒转来。叙利亚政府军想要收复西北部的伊德利布省，对于反政府武装团体加强攻势，住伫土耳其边境的真侪人，为了逃难只好离开家园。联合国杂志表示，去年12月以来，才已经有90万人无依无靠，产生严重的人道危机。
هيدي حركة النزوح اللي عم نشوفها هلا بإدلب هي من أكبر حركات النزوح اللي شفناها داخل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منذ بداية الحرب بال 2011. يعني اليوم حاليا عندنا تقريبا نص مليون طفل نزحوا بالأسابيع الأخيرة.叙利亚就计要收复土耳其边界阿勒颇省甲瓦近的伊德利布省。伫罗西亚支持，去年12月起加强攻势，目标之一包括重启阿勒颇到首都大马士革的高速公路。也毋过政府军的进攻伴随炸弹等大量攻击武器，使得当地居民不得已离家逃难。خيونا نازحين من المخيمات، كنا هون بمخيم صار ضوء صار قصف وطلعنا هلا طالعين، وين نطلع ما بنعرف، قايلين يلا نحن والأولاد وين نقعد ما بنعرف، وطيشين من هالمخيمات كلها وصار قصف علينا ومضى المحل، وين نروح ما بنعرف。大部分民众选择往北走到土耳其，也毋过土耳其境内已经有大约400万难民，收容力量达到极限。土耳其政府呼吁叙利亚政府甲罗西亚停止进攻。Our delegation will meet with the Russian delegation in Moscow. I have met with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and told him that the aggression in Idlib must stop.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战争会继续落去，早晚会将反对势力彻底打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继续来关心着咱囡仔的健康。咱拢知影讲，即马特别开学咯，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互民众唔敢想过大意。台大公卫学院搁再召开记者会，表示讲开学了后，老师甲学生的囡仔互动的距离就要优互开，建议学生爱分配下课，也爱避免身躯有接触运动，而且教室内面也爱保持通风。也强调讲，根据外国的研究，建议甲发烧的标准改做37度半。下礼拜高中之一系学生都要开学，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拖，防疫是一大挑战。台大公卫学院佮召开记者会表示，开学了后应该将老师甲学生互动距离变较大，但是即卖教室互学生甲学生小计上无爱1.8公尺，并互全校分配下课，佮停止室内大型活动，佮有身体小较的运动。到校园里面就要加强社会的互动的距离，篮球、足球之类的。那这种活动呢，在可能的时候就要重新调整。学者表示，对调整上下课方式甲空间以外，伫学校慢摆斗阵食共一个物件，甲用共一个器材，佮莫用手直接碰到食的物件。便当盒啊用完莫随洗，每一堂课桌啊椅啊莫进行消毒，佮定洗手。若是感觉会寒会冷，或者是有气味，拢表示环境出现问题。保持通风就变加真重要。开窗通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是因为它在1分钟就可以把你的空气全部换成室外空气。另外，真侪实验甲国际期刊拢证实，人的体温有下降趋势，建议咱国将发烧定期降到37.5度。台亚的已经下修成37.5度 C， 和平医院也已经下修到37.5度 C。那至于高中以下的学生，也希望能够追寻37.5度，含37.5度以上的一个标准。若什么时阵量体温，医生嘛建议学生甲教职人员进入学校就量体温，体温超过37.5度以上，就先休困5分钟了后，再量一摆。若是也是超过，就再量体温。若是温度袂当降低，就要请假挂催安登去厝的。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互伫厝里隔离民众会当看诊，华联主治病院也完成通讯诊疗。也若讲到全国催安无够的问题，政府也甲民间做伙打造60台全新的机组，有的厂区是对1日20万地增加到40万地，也做伙来拼讲1日全国有1000万地产量。提起白板电脑，华联主治病院的医师正咧甲居家隔离的民众实行通话，民众只要就网挂号，就会当伫安排时间来甲医师线上对话，医师也会当为民众了解病人的状况，相互唔免接触。请问你那个居家隔离多久了？11天。11天哈，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天气比较冷，然后皮肤有点干燥。这项通讯诊疗是为了应付武汉肺炎退烧，方便有看病需要的居家隔离民众会当看诊所设计。伫卫生局通知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民众需要看病时，专诊中心都会启动通讯诊疗。一条龙的专人服务，包含从挂号，那还有指导协助民众如何操作视讯系统。
那再到批假、领药等等，皆有专人协助。另外，喙暗无够问题，政府民间协力打造60台新机组，增加喙暗闪灵，将原本半年工期缩短为1个月、3月就算。全台特工喙暗闪灵将达到1000万片。汤圆一定公司也得到2台机台，闪灵增加会当为特工20万片增加到40万片。现在我们是1周7天，每一天都是24小时，没有间断的在生产，包括我们汽修人员也是24小时待机在这个机器的旁边，就怕它停机起来会影响到我们口罩的产量。汤市场对文产十八非常关心，喙暗生产线也感谢工厂将原本要出口却未退倒转来的大人防尘喙暗5万片，自动防尘喙暗5400片，关乎市府统筹分配，予有需要的产业界甲好好幼儿园。记者综合报道。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使人上界头疼的就是爱隔离煞拍走。另外一种就是假消息乱传。伫台南就一个查甫人乱传讲倒位有感染者，讲甲有影有者。当然啦，疫情中心也请刑事局去甲伊抓去治罪啊。画面中写到有一个确诊的南部40多岁女性，头一摆是阴性，隔离期北到真侪所在不实疫情消息。这款的消息透过赖的通讯软体一直互转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查证了后，确认是不实消息，随即通报刑事局。警方找到发文新闻4岁查甫人。其中他在内容中有提到，个案在第一次筛检时未检出，但是在第2次筛检确诊之后，这中间的期间。在4处各地，关于这个部分，经疾管署确认是假讯息。伫台南做教育业的4岁查甫人讲，是生年要提起亲戚朋友，不过这款发出无实在消息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社会法。最近调查局也查到，有2个网友透过面世间来传播，讲桃园甲高雄都有出现武汉肺炎的情形，造成民众不安。我们有约谈邱元照他们这2位行为人，相信跟理性民众他们都有坦诚说。有转贴武汉肺炎的不实讯息，没有经过查证，先触犯那个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约谈结束之后，应该会把移送相关的地检署、管辖地检署做侦办。甲武汉疫情相关的假消息乱传，对今年1月23统计到2月18为止，警方侦办网络上疫情的假消息案件有78件，调查中有34件，以上部分有44件，65个人。有未少乱传这个消息的民众，互检方起诉，也是反起诉，也不过必须要交1万块的处分金。警方呼吁武汉肺炎疫情一直传时阵，社会大众唔通制造也有乱传无经过证实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无党籍立委鲍坤琪要恢复国民党籍的案件，也引起党内反弹。本地28要召开科技会讨论鲍坤琪的党籍案，却因为人数无够，无法度开会。19个中常会也来临时取消。外界也伫咧要讲，敢是甲鲍坤琪的案件有关系咧？无党籍立委鲍坤琪恢复党籍这一案，定属正当性，引发国民党的党内反弹。真久无出面的前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17才召开记者会，反对鲍坤琪转来。18透早接受电台专访的时阵，佮较讲鲍坤琪是病毒，想要趁国民党虚弱的时阵转来国民党。所以国民党在最体弱的时候，为什么你这么急着要进来？好，然后你是不是趁虚而入？他如果是经过这个新任的党主席跟中常委他们决定的话，那没有话讲。他们要负政治责任。团结一致，刀口向外。另外一边，在国民党的党部，全国青工总会会长林庆怡是带少年人开记者会，肯定鲍坤琪对国民党的贡献，认为这阵在拼改革的国民党应该爱接纳人才，在咧新会期开始进前爱组织政治，也呼吁国民党的大脑唔好搁再累到，互外界看笑话。所以要力劝这些我们的党国大佬们，格局要拉高，不要呢每次对内动刀动枪。但是对外却卸除武装。国民党自本定18透早要召开中央科技会，因为科技委员人数无够，怎流会？科技会主委桂平正17也雄雄辞职，互鲍坤琪这一案只会当先暂时按下。国民党更加发出奉示停开的通知，19个中常会也确定会暂停召开。传出停开的原因就是要避免鲍坤琪这一案真做是焦点。不过鲍坤琪办公室发声明表示，现阶段只希望会使赶紧恢复党籍，无其他意见。记者阿明金田玉水台北报道。
讲到最近武汉肺炎的新闻有影是真多，不过咱也是要注意流行感冒影响。伫国内在顶礼拜就增加15例流行感冒连带动症头的死亡个案，其中上介少年的才30岁尔尔。除了流行感冒，佫新增加2例肠仔病毒连带动症的个案，其中一个是15岁的国中囡仔，以及6岁的查某囡仔。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爱说二流感会阁流行起来。顶礼拜全台湾类流感门急诊16万多人，虽然比顶礼拜较少，不过也伫咧流行期，新增加36个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有15个人死亡，其中上少年的是北部一个30岁的女性，伊无慢性病史，发病无去看医生，2天了后雄雄昏去，失去意识，心脏无跳嘛无喘气，迄天就来过身。并发肺炎跟心肌炎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造成这个心因性的休克，不幸的在就医的当天就不幸的过世。除了流感以外，今年的肠仔病毒嘛真严重。顶礼拜新增加2例肠仔病毒并发重症的患者，一个是北部15岁查甫国中生，阁有东部一个6岁查某囡仔，2个拢是感染肠仔病毒71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中生防胃着了后，有发烧、掠吐啊、手会颤、骹部袂在等等神经的症状。带因2礼拜有较好，阁爱继续复健。伊嘛正做今年肠仔病毒重症病例内底年岁上大的患者。15岁这一位少年呢，是目前的4例肠病毒并发重症，今年以来就是年纪最大的。那去年其实也有过，就是最大的年龄是17岁。那历年以来的肠病毒重症最大的年龄是34岁。疾管署提醒，莫就是讲肠仔病毒敢若会喂到5岁以下的囡仔，青少年甲大人拢有可能感染，只是症状无遐严重。尤其后礼拜就是开学的日子，提醒家长甲学生应该保持卫生的习惯，接洗手，出入公共场所就要挂喙罨，若破病就唔通去上课，避免甲其他的同学喂来喂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咱国内有个所在也发生禽流感咯。防检局伫17也公布讲，云林口湖有一间饲土鸡仔场也去治疗禽流感，而且也验出来讲是 H5N2、H5N5 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而且是头一摆出现。目前也遵照防疫的标准，甲这3万多只鸡仔全部拢处理掉啊。云林口湖的这个土鸡场，这个月12、13连续2天有鸡仔异常的死亡，随通报云林动食物防疫所，经防疫所人员检验，发现部分治病的鸡仔有禽流感的症头，随开移动处分书，限制全场的鸡仔刷位，而且采样送检。那么在16号的下午发现该禽场的禽只同时罹患有 H5N2 跟 H5N5 2种高病原性禽流感。那这种情形来讲的话，在国内还是少见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并没有证据显示说2个病原之间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交叉感染。云林防疫所表示，这个鸡场确诊有禽流感了，时已经扑杀32400多只的土鸡仔。不过最近有几若波的寒流，今年云林县已经累积12例确诊禽流感的扑杀，比去年同期累积的5场更较多。开春以来，这个整个气温来讲的话是偏低。那108年的这个同时间的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暖冬暖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家禽的这个抵抗力那以及它的分布的这个距离来讲的话，都有对于这个疫情来讲的话，都有相当的这个风险存在。防疫所表示，目前台湾禽流感无禽传人的报告，而且政府维持禽类到台，有3道红线帮消费者把关，禽肉就是真卫生佮安全，已经呼吁饲禽的业者做防备，降低禽流感疫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做等咧采收，在屏东高手也有农民讲，过年期间有冷气团佮交雨水，互做落真侪落来，而且品质也变甲真歹。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也讲，会用上紧的速度掌握损害情形，提供农民天然灾害补助。一粒一粒才拄输落来的籽仔，毋是皮黄黄、伤涩，就是剥开。籽仔黄，佮闻会到籽仔烂去的气味。正伫咧屏东高手的籽仔，原底过年过就要采收，不过因为伫咧春节假期有落雨，佮加上寒流，致使籽仔出现寒害的情形，农民是看了真唔甘。寒流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冻手的现象出现。那有的是会在这边果尖这边会形成皱褶，或者是那种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会像那种晒伤的情形。然后它慢慢会皱掉，会缩水。那做啊受旱害影响，染污嘛是。屏东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会继续观察这两项作物，伫咧天气回温了后，是毋是佫有落果的情形？针对农民的损失，农业处也承诺会尽全力斗3工。这2天我们也请这个乡镇公所的农业科人员在上班之后第一时间先到产地先进行巡视。那如果有发生整个灾害的状况、寒害的状况的时候，请他们第一时间来以速报单来呈报到县府，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回报到农委会这边，按照天然灾害救助的程序来去办理。屏东县府农业处也提醒农民，爱伫咧季节园4颗粒啊，设防风的网啊，也爱保持土壤湿淡。不过，农民表示，即阵天然灾害补助内容，干那以风台为主，也无涵盖这部分的赔偿。因希望未来政府会使规划这方面的保单，降低农业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大比有一间玫瑰天主教堂，自清朝时代就有咯，到今也已经超过120年啊。嘉义的南华大学甲中人护专的学生，运用服务学习课程来遮做义工，也甲教堂的外墙啊，规个油漆翻新。咱也做伙来看新遐的天主教堂。又搁尖又搁悬的厝遐，外口搁大春联，看起来真显目。云林县大比乡红光村的玫瑰天主堂，1887年创立，是一个西班牙道明会神父所起的，到今已经超过120年的历史啊！当地人拢叫伊圣堂。玫瑰天主堂嘛是嘉义也个云林地区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现此时已经渐渐失落啊。经接2020年，嘉义南华大学也有中人医护专科学校的学生，特别去天主堂摕水彩笔一笔一笔，甲耶稣也有圣经内底的故事画伫咧壁顶。这次的机会很特别，就是可以来帮助社区美化，然后可以让环境更优美。看到墙上都是自己的作品，就感觉到那个对很有成就感。学生用3天的时间，甲教堂外口的壁画甲水当当，因的心内拢真欢喜。因为伫咧学校有修社会服务这节课，为着要拓展服务的范围，因特别和教会直接做义工，伫咧100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外口画图。主要是结合我们学校的生命教育的特色课程啊，我们有一轮就是人伦关系专题，就是要去关心你周遭的人啊跟事物哈，美化我们这个环境，让我们这个更发光、更漂亮、更美丽。透过彩绘了解当地宗教信仰，也个有历史，也望这间有地方文化的教堂，会当因为壁顶的色彩，吸引更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电影《寄生上流》伫奥斯卡金像奖有真好的表现，就算一切内容拢是创造出来的，不过对韩国民众来讲，《寄生上流》所描写的就是经的经准体，不会不渡天的社会。家伫所有城北洞安静的巷仔内，沿路除了免入顶顶有名的进口车，还佫有高墙所围着的车花厝体，一切就敢若进入《寄生上流》电影同款。最好野的蒲先生，一家伙仔住伫咧高级的社区，向西入去首尔麻坡区的阿宪洞，旧旧的厝、暗暗的巷仔，和电影中金家生活的环境同款。 좀 어렵게 사는 동네는 분명한데 그런 것에서 그러니까 영화를 보면서도 저도 나 일생을 그대로 여기 지금 내용이 가서 영화를 보니까 나 일생을 그대로 갖다 놓은 것 같은 기분. 韩国的流行艺术当中，用汤匙来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是贫富贵贱倒一种。譬如讲，电影内底科技公司的头家蒲先生，一年赚新台币500万以上，就是4个阶级当中的金汤匙。男主角宋康昊顶顶的人搬的金基德一家伙仔，一年要赚无新台币50万，都是上下顶的土汤匙。 아주 부유한 집안에서 태어나가지고 아무것도 안 해도 떵떵거리면서 살고 있는 것이 소속지 못마땅하죠. 그래서 생긴 게 금수저라는 단어였어요. 그런데 우리 계통의 어떤 분이 이 금수저를 정말로 이렇게 금수저로 만든 겁니다. 그 후부터 아이들 돌잔치 때 이 금수저가 인기가 엄청나게 올라가는 거예요. 那大个所在，电影的车花厝体甲地下室，具体呈现韩国社会贫富差异。 평수가 전부 다 100평대가 높어요. 통상 한 200~300평 정도?
이제 가격 뭐 보다시피 전부 고급 주택이잖아요. 그래서 가격이 보통 한 20-30억에서 60억, 70억 정도 가는 지역인데. 对真侪韩国的少年人来讲，无论是电影当中铺陈是一家，也是生活当中的金汤匙，拢是真远的梦想。比如讲，26岁的大学生金在贤，爱靠家己煮饭省钱，嘛毋敢甲朋友约出去佚佗，做临时工仔赚的钱真少，敢若会当租一间真的房间。 출발선이 다른 거에 대해서는 불평을 못 하겠어요. 근데 똑같이 출발선이 다른 상태에서 출발하는 건 괜찮은데 누군가의 도움을 받아서 이렇게 간다는 게 저는 조금 화가 날 뿐이지. 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10度到22度。 中部地区对11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3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13度到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18度。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的时间咱再会。完了，下令叫警队保守，了有400出头，先做27部队。你主要吊桥嘛，吊桥那拢安在这桥头顶啊，那金啊，直驶入来啊吼。啊，阮妈妈讲哦，爸要烧台咯，吼。 啊，阮就迄细汉，总无啥知影，但敢若知影讲有咧烧拍，啊有人去用拍死安尼尔就对啦。这边我拍拳就会啊，我拢拍一边看，就看电影安尼。27部队偶然形成的，但是呢，它其实因为这件事情，使台中地区呢没有所谓无差别的屠杀，没有。 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今仔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逐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视台语台台湾体讯号，记录台湾事，做伙拼未来。 做麻辣是用什么原料先落去煎的咧 ？A. 蚵仔 B. 番薯 C. 甘蔗。麻辣哦，应该是脆，然后可以。答对了，妈妈讲吼是番薯啦。哦。妈妈是中破塞啦。哎呀，妈妈说对啦。拜金拜三暗时8点，公司台语台专家有地位。 开始我从查某嘛会使拍棒球哦，我是开始嘛惊着。啊，伊有兴趣啊，就是对讲球有兴趣，啊，甘愿放假嘛出来讲球啊。向日葵入驻棒球队，表示真侪热爱棒球的组囡仔。为着棒球，因利用休困日练习、办比赛、办囡仔的推广。 就是希望透过实际行动，让更较侪人注意这项运动，改变大家印象。他们的出现让我又重新对棒球，然后重新燃起那个热情。
咱对着这强队，咱有法度打掉的，甚至一度领先，我感觉已经足好啊，足好啊。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三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上拍台湾花，轰动武力。嘿，你开这间店袂歹呢，舞曲呢，改做安尼嘛真好听呢。因为阮逐当过年的时阵，李高美咧准备的时阵，咧传的时阵，会发生的代志。这表示伊真正有这个智慧啦。会花呢。